你这侄女可越发厉害了，让我管也不是，不管也不是，倒让道长看笑话了。贫道也不是外人，只是青锁姑娘，你双目含情，长了一双桃花眼。虽然青锁姑娘不是那倾国倾城，却也注定会碰到多情的至贵之人。这次府中生了怪病，还要多谢道长施以援手，鼎力相助。来，这杯是寡人敬你的，请。请。大司空姑娘。怎么，刚才伶牙俐齿的，现在没话了？还是又在打什么歪主意？好一句帝王之相，至尊至贵，你以为凭你几句话就能影响我安危吗？有没有人说过，你确实长了一张俊美非常的脸？不过，这么一张俊俏的脸背后，却藏着一颗肮脏的心。把话说清楚，我的心怎么就脏了？你的眼神确实跟以前不一样，是什么让你改变了？就因为你等人没来？宇文邕，别以为我不知道你一直在耍我。那天晚上，我悄悄离开大冢宰府，你明明就已经察觉到了，你还假装睡觉，好跟上前来看我做了什么，想找机会来嘲笑我是吗？被你发现了，还是说你变聪明了？快告诉我，那天晚上到底去等谁了？我谁也没等。你把帕子还我，你得说话算话。想岔开话题啊？少给我装怂！你等的人没来，才又想起跟我要帕子，薄情寡义。君子一言，驷马难追。你难道想出尔反尔吗？那要看你的表现。你也答应过我，要乖乖听话。我不会再相信你了。你会那么好心吗？快点把我的帕子还给我。那可能对我想起过去很重要。我不能这么糊里糊涂的活着，更不想参与你们的勾心斗角。既然你认定本司空没那么好心，那我也不知道那个帕子去哪儿了。你拖住我，无非就是为了镇魂珠，但它根本就不在我身上，所有人都在冤枉我。对，我知道了，是你在陷害我，我讨厌你。我怎么会陷害你？我怎么舍得陷害你？刚刚那老道说你这是桃花眼，还真是恰当。终究我也是个男人，面对着这样一双桃花眼，又能把持到几时呢？你放开！你放开！你宇文邕，我告诉你，我从来没有对你动过半分情，从前也没有，现在也没有，以后更不可能有。你明知道我的一切行动，可你并没有告诉宇文护，为什么？因为你表面上虚与委蛇，实际上你跟宇文护根本就不是一条心。我今天所做的一切，无非是想告诉你，我知道宇文护一直在提防什么，也知道你在掩饰什么。他随时可能会对你起疑心，就像你随时可能下手把他除掉一样。你在威胁我？真是笑话！别瞎想了，在我的眼里，你只是诱饵。诱饵的使命就是哪怕牺牲自己，也要完成主人的任务。诱饵永远威胁不到主人。松口！婉儿，你怎么来了？哦，我只是在大冢宰府里到处走走。
对不住，打扰二位雅兴了。那我先告辞了。你这里没事吧？我不知道我哪来的那么大的恨意，也许是身世未明，身陷危难的孤妻无助，也许是因为兰陵王的失约。总之，我将这股仇恨全部宣泄在了宇文邕的身上。下一步我该怎么办？现在至少已经警告了宇文邕，搅动了这潭水。接下来，我应该到哪里去寻找我的身世呢？青锁姑娘刚才和大司空演的那出戏真是不错呀。道长，都看到了。不但看到了，还找到了这个。我明明放在房间枕头下，你怎么搜我的房间呀？大冢宰命令贫道彻查府中怪病的原因，贫道不得已而为之。看来这枚戒指是青锁姑娘的心爱之物啊！你还我！嘿，姑娘，我还你可以，但是要回答我一个问题：镇魂珠在哪里？镇魂珠？大家都知道，在新婚之夜，青锁姑娘出了点意外，失去了记忆。可是，即便如此，我也还想请青锁姑娘好好想一想，镇魂珠到底在哪里？你认为我的失忆是假装的？假装不假装，贫道不知道。不过贫道知道，即便是失忆之人，在万分危急的时刻，也总会想起过去的事情。你想干什么？明人面前不说暗话。贫道只想要镇魂珠，如果青锁姑娘执意不肯，那么可能会大祸临头。到时候你失去的不仅仅是这枚戒指。我确实不知道镇魂珠在哪里，不过道长来到大冢宰府的方法和目的，青锁倒是一清二楚。哦，说来听听。之前府里的人生病，就是你那乖徒儿严婉下的毒。之后道长就来到府里，假借一碗符水治好了大家的怪病。其实这碗符水里头已经下了解药，凭此道长便可以在大冢宰府里呼风唤雨。我倒是一直不明白，像道长这样面相不凡、气质脱俗，本是不该贪恋这些富贵浮云之事。现在我才知道，原来道长要的是镇魂珠。青锁姑娘真是冰雪聪明，玲珑剔透啊！可是青锁姑娘，你知道此事似乎也晚了一点，因为我已经和宇文护达成共识。恐怕你再把这些话跟大冢宰说，大冢宰也不会相信你。贫道奉劝姑娘，还是乖乖说出镇魂珠的下落，否则姑娘会过上生不如死的日子。我现在过的就是生不如死的日子啊！青锁姑娘，你就那么不顾及自己的性命吗？原来我这条命这么重要啊！为什么大家都想要我的命呢？不过我袁青锁只有这一条命，你想要的话就拿去。怎么，舍不得杀我？是怕杀了我就再也找不到镇魂珠了吧？不过我倒是很好奇，道长已经是护国法师，可为什么还要找着镇魂珠呢？贫道得到镇魂珠，当然贫
贫道也有自己的用处。只是姑娘与其把镇魂珠交给别人，不如把镇魂珠交给贫道，也许这样会免去很多无谓的牺牲。那既然这样，青锁就把镇魂珠交给道长。这镇魂珠确实在大冢宰府，我已经把它放在了那里。你，来人！道长，吩咐下去。袁青锁就是下毒的人。我放开我！走！放开！干什么呀？你，大冢宰，你看看这枚戒指。50，不过是一枚普通戒指。这确实是一枚普通的戒指，只不过贫道在这戒指上发现了毒药粉的残渣。戒指很适合藏毒，只要将戒面打开，就可以神不知鬼不觉地将毒药放在水里、饭里，甚至空气里。而这枚戒指是贫道在青锁姑娘的房间里找到的，这应该是青锁姑娘的随身之物。青锁，你的戒指上怎么会有毒粉？现在我就算说，这毒不是我下的，大冢宰府生病的事与我无关，还有用吗？袁青锁，你就不怕你姑母伤心吗？大冢宰息怒，青锁姑娘可能年少无知，被人唆使也未尝可知。无尘道长，真是太可惜了，您来得太晚了，要不然我也会请你尝尝这可以发了怪病的毒药。袁青锁，你这样做是故意跟寡人作对。青锁不敢，青锁忘记了过去，成为了别人的棋子，别人的诱饵，被摆布，被抛弃，我却完全不知道这其中的原因。与其这么活着，还不如成全了道长。来人，把这个不知天高地厚的丫头给我押下去。姑父，谢谢你。走，走。进去。主上。是。寡人不是跟你说过，你只是寡人的棋子。如果你完不成任务，你就是弃子。大冢宰，既然已经知道无尘道长在撒谎，却依然要把我关起来，看来大冢宰是真的要把我当成弃子了。你这么聪明，那你就猜猜看，寡人想说什么，想做什么。青锁不知道大冢宰如何想，我只想要回自己的戒指。哦，你身陷囹圄，不顾自己的安危，却想着那枚戒指，可见那枚戒指对你有多么的重要。只可惜，那是你下毒的证物，没有那么容易回到你手中。青锁斗胆，青锁想与姑父做个交易。果然斗胆。不过寡人喜欢快言快语的人。说。我负责找回镇魂珠，姑父负责找回我真正的身世。你的身世？对，只要姑父将我的真实身份据实以告，我必定找回镇魂珠，双手奉上。你根本不分辨毒不是你下的，故意让我把你抓进牢房，就是想置于死地而后生，还是你投靠了宇文邕，再跟他一块儿演一场好戏？我的命都已经是你的了，难道你还怕我逃跑了不成？好，寡人就把知道的都告诉你。
看你有什么本事找出镇魂珠。你是2个月前来到大冢宰府的。2个月前？对。夫人说，你是她寄养在乡下的侄女。那如果这么说，姑父对姑母说的话也并不十分相信了。相不相信又有什么关系？你是我的棋子，跟其他的人一样，没有区别。果然是大名鼎鼎的大冢宰，心机深厚。我看你为人乖巧，舞姿也出众，不仅令皇上惊艳，也让四弟一见倾心。于是我就安排皇上为你和四弟赐婚，你便顺理成章地住进了大司空府，随时准备待命替我找到镇魂珠。看来镇魂珠真在大司空府。巧得很，在你出现之前，曾有江湖传言，消失了700多年的镇魂珠现世了，而其隐藏的地点就在大司空府。所以说，姑父与姑母交给我的任务，并非监视宇文邕那么简单，真正的目的是进入大司空府拿到镇魂珠。本来你是一枚好棋子，却不太听话。新婚之夜，大司空府怪事频发，先是黑衣刺客出现，接着你迷失了本性，逃出大司空府，而江湖上更是消息迭出，镇魂珠消失了踪迹。大家认为是你找到了镇魂珠，并带出了大司空府。姑父也以为是我把镇魂珠藏起来的？不是我认为，是大家都这么认为。所以姑父觉得我是另有其主，才将镇魂珠藏了起来，不交给你。有没有藏匿镇魂珠，恐怕只有你自己才知道吧。我对镇魂珠毫无兴趣，更何况自我失忆以后，也只有你对我说过，当我是棋子，你要利用我拿到镇魂珠，在之后无人来找过我。寡人已将你的身世全盘告知，至于镇魂珠究竟在哪里，你还是好好想想吧。可是我还是没能把以前的事情想起来。不急，你还有不到1天的时间去想镇魂珠究竟在哪里。行刑是明天的午时。行刑？对，斩首示众。如果你想不起来，就逃不过弃子的命运。不是我不救你，是寡人从来不留没用的人。姑父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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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大冢宰！明天午时就要行刑，我到底该怎么办？宇文邕他会救我吗？兰陵王，只要我能出去，我第一个就要去找殿下问个清楚，为什么失约？可我还能出去吗？青锁妹妹怎么突然被大冢宰给抓了起来？她为什么要这么做？跟大冢宰作对，那是他自找的。听说青锁妹妹被压在密牢里，你说她会不会有性命之忧？反正也是大冢宰送给我的女人，大冢宰想让她死，难道我还会去拦着吗？我可不想自找麻烦。阿庸，你真这么想的吗？你这么聪明，明哲保身，总不会不懂吧？都什么时候了，还明哲保身啊？你也得想想办法救救青锁妹妹，毕竟你们也是夫妻一场啊。夫妻，对我来说，她只不过是个女人，跟其他女人没什么区别。阿庸，婉儿，你真善良，要想你想，我可没空。阿庸，
这丫头，自从成了亲以后，就没有消停过。现在居然搞出这么大的乱子，她真的是不想活了吗？夫人别着急，等主上回来了就能问清楚了。夫君，青锁已经承认是他下毒了吗？这就是你的好侄女。请夫君明察，这孩子脾气是有点古怪，可也不至于下毒害人呐。再说他下毒做什么？他想害谁？他想害的人就是寡人。他不但在大冢宰府下毒，更是传递假消息，声称高长恭要派人来袭击大冢宰府，让寡人防不胜防，才让高长恭有机会逃走。可是，那也许是青锁担心夫君的安全，才中了齐国的算计。妾身以为，这件事可不像看上去那么简单。再说，青锁是皇上金口玉言许配给大司空的，这件事可大可小。一定是有人故意设的局，拉青锁做陪葬，目的是要陷害夫君于不义啊！不必多说了，武臣道长已经从袁青锁的身上找到了下毒的证据，袁青锁自己也供认不讳。寡人已经下令，明日午时将袁青锁问斩。夫君，夫君，怕是其中有冤情，我求你，求夫君下令延迟行刑，我去找青锁问清楚，看其中是否有蹊跷。令下无悔。夫君，夫君，来啊！青锁是我的侄夫人女啊，送回房去。是。就应该到我的份上去查明白。夫人，她是我的侄女，求你了，夫君，夫君，求你了。主上，夫人看来只是疼侄女心切，并没有别的举动。有没有异常动静？到了明天才知道。大司空，请。皇上，四弟，你来了。朕听说青锁被宇文护关押在密牢，明日处斩，罪名是下毒。是。这个宇文护到底想干什么？千军万马放跑了俘虏，放跑了兰陵王高长恭不说，朕对他已经仁至义尽。他现在居然把矛头指向了青锁，指向了大周的大司空府，皇亲国戚。是。皇上稍安勿躁。你想想，袁青锁是谁的人？可是大冢宰印鉴的人啊。四弟，你也认为袁青锁该当处斩？臣弟愚钝，现在还没弄清楚大冢宰到底想做什么。一个失了忆的弱女子，怎么可能会有理由下毒？她与大冢宰府有什么深仇大恨？四弟，当时您也在大冢宰府，依您看，这个毒是不是青锁所为？皇上是想救他。宇文护无非是要对付你我兄弟，既然是你我兄弟的事，就不需要去伤害无辜。皇上，小不忍则乱大谋。朕连一个女子，朕的弟媳都保不住，还有何眼力去当这个皇上？能不能救他，那就只能看袁青锁的命了。皇上，答应臣弟，有所为，有所不为，江山为重。知我心者，四弟也。鱼，大司空。
司空，真是豪气啊！这么一大桌子的菜，一定花了不少银子吧？只可惜明天我就要死了，吃了也是浪费粮食。你就那么喜欢死吗？这一切不是正合你意吗？我要是死了，就再也没有人碍大司空的眼了。我看你是死性不改。俗话说得好，江山易改，秉性难移。我要是走了，大司空岂不是逍遥自在、无拘无束了吗？我也没想到这么快就能摆脱你。袁清锁，你听好了，你最好乖乖听大冢仔的话，否则就算你是我宇文邕的女人，我也救不了你。看来大司空跟大冢仔还真是兄弟情深啊。不过这个菜可比大司空府厨子做的菜好吃多了。女人嘛，我的府里多的是。如果你不是嫂夫人的侄女，我也不用来看你。哎呀，好好吃完这一顿，这死了以后也不用做饿死鬼了。不过，你真的不想要镇魂珠吗？说不定啊，这镇魂珠真的在我手里呢。我不在乎天下，更不在乎什么镇魂珠。想出去，袁清锁，你赖账赖错人了。宇文邕，这一次或许我真的出不去了，所以以后你好好保重吧。这一切都是你自找的。好啊，那么我袁清锁与你宇文邕就一刀两断，两不相欠。袁清锁，你就那么想离开大司空府吗？甚至不惜一切？牢狱之灾，杀头之罪，这都是我自找的。但愿我不会带累你，所以从此以后，我与你无瓜无葛，恩怨消除吧。青锁明天就要被处斩了，我却一点办法也没有。夫人还是跟主上求求情，鸳鸯也觉得青锁姑娘是您的亲侄女，不可能下毒呀。再说了，当时青锁姑娘也生病了，也是喝了无尘道长的符水才好的。就是无尘道长找到了证据，可父亲对我避而不见，我该怎么办？青锁该怎么办？青锁该怎么办呢？夫人，主上，夫人好像很伤心，在房里哭了一整夜，没有其他动静。一步房门都没出过，也没去看袁清锁。是的，一步门也没出过，连饭菜也是鸳鸯送进房里去。看样子，夫人是在等主上回去，好为青锁姑娘求情。宇文邕呢？大司空在见过青锁姑娘之后，就回到客房里看书了，没有任何动静。继续看着，直到明日行刑为止。主上真的要处斩青锁姑娘？她死不死要看她的运气，运气好，把以前的事情想出来，找出镇魂珠交给寡人，她就不用死；否则，弃子无用。属下不明白为何要杀掉青锁姑娘。青锁姑娘虽然是失忆了，可是总会有一天想起来。如果杀了她，那所有的真相
不就无人可知了吗？你跟了寡人这么多年，怎么这点事情还要寡人说清楚呢？宇文玉、宇文邕，包括寡人的夫人，以及天下想得到镇魂珠的人，谁不将目光盯在元清所的身上？寡人明日要杀元清所，必定是天下大乱。寡人就是要用元清所的命，找出每个人的破绽。主上高明，原来主上使的是一箭4雕的好计。其一，看皇上对主上是否有举动；其二，看大司空对主上是否忠心；其三，对于夫人嘛，主上可以分辨出夫人最近的变化是否有意外之意；其四，把这趟睡觉混了，这样就可以趁机查出镇魂珠的下落。这样元清所死的才有价值。好像走错了路，怎么在半山腰上？那条路才是去周国的。哎，叫我们埋伏在这里，说是打击高长恭的救兵，怎么等了半天就来了个女的？你又不是不知道，只是提防高长恭有救兵而已，来个女的更好。上！你们想干嘛？干嘛？不要碰我！我是兰陵王的未婚妻子，是未来的兰陵王妃。谁敢碰我，兰陵王不会饶过你们的。你是兰陵王的王妃，那我就是兰陵王。我没骗你，兰陵王不会饶过你们的。等等，我看这女人不是一般的女人，没准她说的是真的。先把她交给叶护。为什么？这女人我要了，她又逃不了。等叶护亲自审问清楚再给你也不迟。带走。不要碰我！放开我！放开我！你们放开我！放开！快！放开我！快走！快！参见叶护。这次突厥大军出其不意袭击齐国，抢到了不少的奴隶。现在居然抢到了这么漂亮的女人，看来我们这次真是不虚此行啊！启禀叶护，这女人说她是兰陵王的女人。不要碰我！我是兰陵王的准王妃，你敢动我，兰陵王一定会来找你的。兰陵王，你可知道说谎的下场？兰陵王会来救我的。哼，兰陵王，他若来便罢，他若不来，我会让你生不如死。撤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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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
现在是什么时辰了？刚才究竟是梦，还是说我找回了以前的记忆？那镇魂珠真的是被我偷走的？我当真是元清锁吗？啊，等等，连宇文护都说我是2个月前才出现在这儿的，也就是说，他们所有人说的话当中，都有2个地方是一样的。第一，镇魂珠确实在我手里；第二，大冢宰夫人从前并没有提及到我这个侄女，也就是说，我是2个月前突然出现在府里的。唉，所以除了我是宇文护的棋子，奉命到大司空府去盗取镇魂珠这个身份之外，那我真正的身份又是什么呢？不，我不能这么死了。还有谁能救我出去呢？对了，颜婉。这个阿庸，口口声声说对元清锁不在意，却没了人影。难不成是口是心非，想办法去救元清锁了？大司空，您看，那荷花多好看！媚儿，这花哪有你好看？大司空，你来的正好，我与媚儿谈得正欢。参见颜姑娘。既然是舞姬，就不应当留恋美景，自当勤奋练武，以期出人头地。怎么，姑娘是认为自己火候已经到了，不需要跟其他的舞姬一样了吗？奴婢不敢，我马上去秦家练习。奴婢告退。聊得好好的，媚儿。媚儿，媚儿，婉儿，你这是何苦呢？阿庸，我不是想扰你的雅兴，只是青锁妹妹午时就要被处斩了，要想个办法救她才行啊。是她自己承认下的毒，我有什么办法？大司空真这么薄情吗？婉儿，我宇文邕的情，只给值得的人。我倒要看看这次元清锁如何逃出升天。告示：范副元清锁于大冢宰府下毒，毒人害命，并勾结齐国兰陵郡王，挟其逃窜。证据确凿，判决今日午时斩首，以儆效尤。要处决大司空府的侧室，她不是才嫁给大司空没几天吗？怎么就处决了？大冢宰府可是他的娘家，他怎么可能向大冢宰府下毒呢？兰陵王可是咱们大周朝的敌人，怎么会协助兰陵王逃跑？就是说的就是啊！哟，我还以为妹妹在牢里吃不上喝不上呢，看来姐姐这番心意算是白费了。大司空送的，怎么，你羡慕啊？你喜欢就拿去啊。当我是什么？剩饭冷菜，谁稀罕？那如果剩下来的是人呢？想必姐姐就不会不要了吧？你，姐姐是专门来看我的吗？当然，不然呢？不然，就像那天晚上，在大冢宰府的后花园，你拿着匕首问我是交出镇魂珠呢，还是交出宇文邕？然后在我晕倒之后，假装好人把我送回了房。
当时四下无人，就算我说给别人听，别人也不会相信。平时举止文雅的颜婉姑娘，竟然会做出这样的坏事。